你逃不出紫禁城的。你给我走开，不然我杀了他！皇上吉祥，都平身吧。这，谢皇上。丽妃，没事吧？皇上，臣妾没事，但是易欢妹妹被雪嬷嬷劫持到了摘星楼上。雪衣居士，这紫禁城内全都是大内高手，你现在放了易欢，朕可以饶你不死。康熙，让你的人都走开，不然我点了这丫头的穴道，然后再把她从摘星楼上推下去。别动手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花儿，你别怕，朕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哎，皇上，你不能去啊，上面太危险了。皇上，你可千万别轻举妄动，让你身边的人也别强攻啊！奴婢还年轻，奴婢还不想死呢。把兵刃都收起来！把兵刃都收起来！六师傅，你看到了吧？皇上还是很在意我的。早知道你这丫头如此能耐，当初我们6位师长又何必煞费苦心，培养倾城来施这个美人计？刘师傅，咱们何必两败俱伤呢？只要你不出卖我们的身份，我保你安全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别无选择，只能相信我。好，若非万不得已，我也不希望两败俱伤。但是，你要随我一起离开紫禁城，去滇都见王爷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皇上，奴才有话想要禀告。说。此话不方便在此讲，请皇上先移驾。现在就说。主子，奴才刚才领旨去帮着李太医捉拿刺客，可奴才刚一进去，这雪衣居士就说什么了？雪衣居士说，李太医还有易欢姑娘、丽妃娘娘，他们都是朱明联盟的乱党，而且他们都来自一个朱明联盟的基地，叫做明珠谷。雪衣居士真这么说的？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奴才绝不敢胡言乱语。不光奴才听到了，这几个侍卫也听到了，还有李总管，他也听到了。回皇上，雪衣居士确实如此说，可易欢姑娘当场就戳穿了他的诡计，并指证这雪衣居士乃是平西王派来的，他的目的是为了挑拨陷害。皇上，我兄妹2人对皇上一片忠心，天地可鉴。欢妹还在雪衣居士手里，生死一线，皇上却在这儿怀疑她。若是让欢妹知道了，她该怎样寒心呢？皇上，此番擒拿吴三桂的奸细，李太医和易欢妹妹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们兄妹2人，无异于是皇上的左膀右臂。此番这刺客还没有抓到，皇上可千万不要中了雪衣居士的离间之计，自断臂膀啊！是啊，皇上，这雪衣居士确是吴三桂派来的奸细，他说的话不可全信。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奴才只是不敢知情不报而已。现在只有雪衣居士一面之词，是非曲直到底如何，奴才也不敢妄言。平身吧，朕不会相信吴三桂的挑拨离间之计的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这雪嬷嬷武功极高，若强行动手，只怕会置欢妹于险境。不如先放他们离开，欢妹古灵精怪，一定能找机会脱身的。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
皇上，奴才马上安排人手，在各个关卡路口拦截血嬷嬷。不行，朕不想因为一个小小的奸细而危害到宜欢的性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们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？叔父，有些事情并不是我非要瞒着你，而是知道太多，对你并没有太大好处。你以为我想知道这个杀头的秘密啊？不还是被你们给连累了吗？哎，现在可怎么办呢？事情还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。哎，你们呐，你们就是我李德福的噩梦啊！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怀疑李氏兄妹和雪倾城一样，都是吴三桂的奸细。但是现在，他们又帮着皇上捉拿雪衣居士，这让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判断错了。可是我听到了雪衣居士那段话以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李氏兄妹并不是吴三桂的奸细，而是明珠谷的乱党。但是皇上却仍是不肯相信，对吗？这次的情形很像是上次我们捉拿鳌拜时候的情形。李氏兄妹捉拿了鳌拜，鳌拜指认李氏兄妹是乱党，李氏兄妹却是鳌拜是在挑拨离间。而这一次，当雪衣居士说出李氏兄妹身份的时候，也正是李氏兄妹在拼命捉拿他之时，皇上自然会认为这雪衣居士也是在挑拨离间他们。皇上就这么相信李易欢？先有鳌拜，现在又有雪衣居士的指认，可皇上居然仍不忍心怀疑他。皇后，正所谓当局者迷。一直以来，皇上所能感受到的都是李氏兄妹在拼了命地保护他，而这雪衣居士和鳌拜又都是他的政敌，他自然会偏向李氏兄妹多一些。可是以皇上的聪慧，我相信在他的心中，多少都会对李氏兄妹有一些疑心和戒心。我们只需要静待时机，一点一点地增加皇上心里的这份疑虑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皇上会醒悟过来的。但愿如此吧。皇上吉祥。皇祖母吉祥，孙儿给您请安了。不必拘礼了，快起来吧，坐吧。皇上可是一夜未眠呢，这眼圈儿都发黑了。没事儿，孙儿年轻，偶尔失眠一次不打紧的。皇上，你可知道这丽妃和雪嬷嬷居然是吴三桂的奸细吗？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皇上居然把哀家瞒得密不透风啊！皇祖母息怒，孙儿并不是有意隐瞒，而是孙儿想将计就计，擒下这个雪嬷嬷，所以才让人封锁了消息。你就打算让这雪倾城顶替舒婉心留在宫里吗？他可是身怀绝技呀，万一他另有图谋，可如何是好啊？皇祖母放心吧，孙儿已经加强了安防，这雪倾城的一举一动，都在孙儿的掌控之中。眼下朝野上下，如鳌拜、吴三桂等心怀不臣之心的人，还大有人在。虽然想要杀一个奸细容易，但会让更多的奸细与朕敌对到底。若是孙儿采取怀柔之策，让这些奸细权衡利弊之后向孙儿投诚，那就能换来更多的人心归附啊！那雪倾城，他真的是向朝廷投诚吗？听说那雪嬷嬷曾揭发了这雪倾城和李氏兄妹都是前明的余孽呀。你可不要怪罪皇后，她可是六宫之主啊。
这后宫之中的事儿，他都应该过问。皇祖母，这雪嬷嬷啊，就跟鳌拜一样，都是报复雪倾城和李氏兄妹，故意挑拨离间。皇祖母不必在意。此次雪嬷嬷虽然逃走了，但是吴三桂要弑君之事已经坐实，权臣就再也没有人敢支持吴三桂。以后孙儿要撤藩啊，也就容易得多了。皇祖母，这都是雪倾城和李氏兄妹的功劳。可万一这雪嬷嬷所说属实呢？皇祖母，眼下只有雪嬷嬷一人为证，并没有旁证。孙儿不想轻举妄动，孙儿不想伤了那些有心归附孙儿之人的心。但是皇祖母请放心，孙儿一定会暗中派人核查他们兄妹俩的身份。哎呀，只要皇上心中有数，哀家就不想操太多的心了。你看这个，喜欢吗？喜欢就拿一个。哎呦，是啊。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，我7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名诸谷，义父带我来的就是这儿。你瞧一瞧，这滇州的百姓安居乐业。若康熙真的要撤藩，势必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你真的要帮康熙与王爷作对吗？六师傅，我们不是有意要出卖你，我们也有自己的苦衷。有什么苦衷，还是跟王爷说去吧。看看王爷是否真的会相信你说的话。你就是李易欢？小女子李易欢，见过王爷。17年前你刚刚出世，本王就曾见过你。说来也怪，本王一生杀人如麻，却从未对谁心慈手软过。唯独当年想要杀你之时，你却对着本王突然那么一笑，看着你那天真无邪的笑容，本王居然下不得手。看来你果然命硬。易欢多谢王爷不杀之恩，让易欢啊多享了这17年的人间繁华。果然是个伶俐的丫头，难怪也未见得如何倾国倾城，却能把康熙迷得神魂颠倒。王爷，您过奖了。其实我对皇上来说，不过是跟他后宫诸位家里稍有不同的野丫头，他对我啊，不过是一时新鲜罢了。王爷，你休听他胡说，他和康熙早就已经是两情相悦、两心相许了。是吗？李定国一心要光复朱明王朝，他一世英名，却走了这样一步错棋，把唯一的女儿永历帝钦点的太子妃送到了大清皇帝身边。没想到，你却偏偏喜欢上了大清皇帝，哈哈，真是讽刺，哈哈哈哈，太讽刺了。哼。王爷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我喜欢的是我大师兄朱哥哥。我跟我大师兄啊，从小青梅竹马，早就定下了婚约。我对康熙呢，就像雪姐姐对康熙一样，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，权宜之计。王爷，这丫头满嘴跑马，死的都能说成是活的。王爷，你要小心，不要上她的当啊！是吗？那本王倒要看看这丫头如何向本王解释，他们将你和倾城出卖给康熙之事。
王爷，我爹是真心想跟您结盟的。我们这次也不是有意破坏盟约，出卖六师傅来博取康熙的信任，而是迫不得已。因为这个裘贵啊，把真的舒婉心带到了索额图那儿，不得已才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让雪姐姐假装认罪，戴罪立功。这样呢，牺牲六师傅一个人，可以保全我，保全雪姐姐，保全了大师兄。这也是叫什么来着？舍居保帅之意。对，舍居保帅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倒该感谢你们明珠谷。哎呀，王爷，您太客气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一家人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扶持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这丫头，真是舌战莲花。如果你们是舍居保帅，为何当时不提前通知我，而是瞒着行事呢？你看你六师傅，我怎么跟你说啊？我们说牺牲你一个人，保全我们大家，你愿意吗？你肯定不愿意。再说现在，你虽然暴露了，但是王爷，雪姐姐还在啊。雪姐姐留在康熙身边，继续为您效劳，而我们明珠谷呢，保存了实力，对王爷您来说也是件好事，是不是？王爷，你休听他胡说。如果当时不是我急中生智，拿住了倾城作为人质，那我现在早就已经成了刀下亡魂了。而他们一定会让康熙以我为人证，给王爷定下个弑君大罪，逼着王爷反叛。到时候他们明珠谷就可以从中渔利了。你看，六师傅，哎，咱分析一下啊，当初是不是你没能杀了裘贵，才导致了这么多事情的发生？是不是？你现在怕王爷责怪你，当然急着推卸责任了，口口声声说什么王爷对你有恩，你效忠王爷，可你呢，明知道皇上也有撤藩之意，只有王爷跟我们一起联盟，才能面对这个危机。你现在干什么呢？你现在在挑拨我们跟王爷的关系，你有何居心啊？王爷，我对王爷真的是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呐。他们明珠谷与王爷结盟是假，想要挑起王爷和朝廷的矛盾，他们好从中渔利才是真的啊！王爷，好了，不必多说了，本王自有判断。来人，在，把李一欢带到别院，好好安置。卑职遵命。